个中华 KO 冒性骚扰的事件，当地一个32岁受害者。 讲伊14岁时阵，互一个国中的数学老师，伫伊所开的家教班甲侵犯，持续7年，一直到伊21岁，发现迄个老师嘛用同款的手法来侵犯其他的女学生。迄个老师伫106年，因为侵犯未满到14岁查囡仔，互判刑入狱2年，如今出狱。 疑似过来开家教班，不少居民是真担心讲，伊会再度来犯案。KO 店长是来表示讲，即种无法度容忍着即种的色狼老师，一透早陪同着投诉人到警察局来报案，而且呼吁其他的受害人会当站出来，公所会找律师帮忙拍官司。他其实是完全不认为他自己有错的。 32岁受害者有 KO 店长的陪同来到派出所报案，讲出伊伫咧14岁时去家教班的老师侵犯。那时候学生都已经离开了，那他把我叫去他的卧房。学生的课业压力大，所以就是会用按摩的方式。受害者讲，当时心情无好，父母将伊送到学校数学老师开的家教班补习，尾仔成绩进步，就互转到老师出来升学班，就安尼恶梦开始，互欺负7年时间。他跟他老婆是分居的，我没有联络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他可能把我当成他的女朋友。106年时，这个老师因为其他案件，甲一个无满14岁查某囡仔猥亵食豆腐，扣伊违反妨害性自主，互判关2年。这个老师放放出来了后，敢若阁展开家教班，KO 到真侪民众家长拢真烦恼，伊会阁一摆犯案。听说现在还有学生也还在那边，是有看到有学生在进出，有时候经过看人家放着就下去了，就有点不安全吧。被性侵的部分，连带他的部分就有3位了。 然后性骚的部分就有8位。中华 KO 是一个真故意，阁真有人情味的小店。说法是家教班的老师甲查某学生卡来手来，店长强调袂放伊耍，鼓励受害者联络公所。即摆共11个人受害，公所嘛请律师来替这受害者拍官司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